有好多老闆同 marketer 咧，以為加多啲廣告預算，收入就會上升，錯晒。你再加多啲錢，只會令你賺得更少嘅啫嘛。好多企業一有壓力咧，就即刻加廣告費，買曝光、買流量，以為咁就可以救翻業績。其實你只係加速燒錢嘅啫。問題係你將重點放喺量嗰度，個錯誤認知係曝光多就等於有效。個結果係你用更多錢去放大一條低效嘅內容，越推越蝕。我直接講結論啦，呢個係低級錯誤嚟嘅。真正嘅底層邏輯係品牌建立從來都係質決定量嘅。第一，影片內容先係影響潛意識嘅入口。人唔係靠理性去買嘢嘅，而係有潛意識先接受，之後先至合理化個決定嘅。如果你條片冇打入潛意識，再多嘅曝光都冇效嘅，你變成煩膠嘅啫。第二，優質宣傳嘅片咧係一個乘數效應嚟嘅。一條好片，觀眾會記得、會分享、會產生信任；一條差嘅片，你只係用錢去放大負面印象。第三，大企業點做嘅？佢哋唔係燒錢嘅，佢哋係集中資源，每一次都做好一條片。我見過好多甚至大老闆都會親自落場嘅，因為佢哋知道品牌先至係佢哋嘅企業嘅核心資源啊嘛。第四，品牌一旦建立咗，會影響整個營運嘅，包括請人更容易啦，產品更好賣啦，談判更有優勢啦，甚至會幫你各方各面嘅公關都會有優勢。講到呢度就唔講啦，因為牽涉到我嘅付費課程內容。記住一句，影片唔係內容工具，係潛意識植入工具。所以唔係要加預算，而係先做好一條有效嘅宣傳片，先至去放大個播放量。咁你先至會真正做到收入上升同成本下降。